第5章，这个事以后，到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去耶路撒冷。伫耶路撒冷瓦近羊门，有一个池，希伯来话叫毕士大，边仔有5个笼，内面倒着青面的、摆卡的、血气孤大的，真侪病人。伫遐有一个人病38年，耶稣看见伊倒着，知影伊病了真久，就问伊讲：你爱好吗？病人应讲：先生，水震动的时阵，无人将我下伫池内，我拄去的时阵，就有别人比我先落去。耶稣对伊讲：起来，摕你的褥仔行吧。迄个人念病好，就提起褥仔来行啦。迄日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迄个医好的人讲：今仔日是安息日，你摕褥仔是毋通。伊却因讲：迄个互我好的对我讲：摕你的褥仔行吧。因问伊讲：对你讲摕褥仔行的是什么人？迄个医好的人毋知影是一位，因为迄位的人多，耶稣已经闪开。后来耶稣伫殿内拄着伊，对伊讲：你已经好啦，毋通搁犯罪，惊了你拄着的搁较厉害。迄个人就去甲犹太人讲，互伊好的是耶稣，所以犹太人分别耶稣，因为伊伫安息日做这个事。耶稣就对伊讲：我的爸做事，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所以犹太人哪想要杀伊，因为伊毋但犯安息日，并且称上帝做伊的爸，将家己甲上帝当作平等。耶稣对因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囝凭着家己袂会做什么，只有看见爸所做，囝才会做。爸所做的事，囝也照样做。爸疼囝，将家己所做一切的事指互伊看，搁要将比这个搁较大的事指互伊看，互恁稀奇。爸怎样互死人起来，互因活着，囝也照样照家己的意思互人活着。爸无审判什么人，就将审判的事全交互囝，互人尊敬囝，亲像尊敬爸一样。无尊敬囝的，就是无尊敬找囝来的爸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迄个听我的话，搁信找我来者的，就有永活，未到伫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活。我实实在在会甲恁讲，时阵得要到，现在就是啦。死人要听见上帝囝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啦。因为爸怎样伫家己有生命，就赐互伊的囝也照样伫家己有生命，并且因为伊是人子，就赐互伊行审判的权柄。你毋通将这个事看作稀奇，时阵要到，凡那伫梦内的，拢要听见伊的声音就出来。行好的搁活，得着活；做歹的搁活，定罪。我凭着家己袂会做什么，我怎样听见，就怎样审判。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
因为我无求家己的意思，只求找我来者的意思。我若为家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就无真。另外有一位甲我做见证，我也知影，伊甲我做的见证是真的。恁捌找人到约翰迄位，伊为真理做过见证。其实我所受的见证，毋是对人来的，总是我讲这个话，为要互恁得到救。约翰是点倒的命定，恁情愿暂时欢喜伊的光，总是我有比约翰更较大的见证，因为爸交互我爱我成就的事，就是我所做的事，这就见证我是爸所找来，找我来的爸，也是为我做过见证。恁将来无听见伊的声音，也无看见伊的影像，恁并无有伊的道存伫心内，因为伊所找来，恁毋信。恁查考圣经，因为恁掠做内中有永生，甲我做见证的，就是这个圣经。总是恁毋肯到我遮来得到生命。我无受对人来的荣耀，总是我知恁心内无上帝的疼。我奉我的爸的名来，恁并无接待我。若有别人奉家己的名来，恁反倒要接待伊。恁互相受荣耀，却无求对独一的上帝来的荣耀。怎样会信我呢？毋通想我伫爸面前要告恁，有一位告恁的，就是恁所仰赖的摩西。恁如果信摩西，也的确信我，因为伊册顶所指着我写的话，恁若毋信伊的册，怎样会信我的话呢？